政府喊出一平换一平，建筑物全新重建、加施补偿，安尼个前村条件。不过实际按用来作为计划书，啥一寸冇拿出来。太林普人路唔肯睇条件唔清楚嘅时节，路家庭系咪会使走？地方乡亲甚至质疑，冇计划书嘅前村案系一个假议题，其实系为到居民冇去动路卡附近嘅其他开发案。新土改成新的创业，希望市民保佑。光林用喺太林埔地区的信仰中心，喺国外潜水，用咩个使起来，其实系地方方嘅大事情。我用市政府前日的快事派，用咩也条经过的调查，我风林用也条市嘅用咩嘅主委都不满市政府冇提出潜水计划书，就系用咩抢输权吞通技术，批评让我安尼做。透早10点叫要开会啦，我无去啦，下晡文书到啦。讲叫阮得爱传资料给因啦，那是咧你即摆是咧强迫阮吼，你是咧强迫阮啊，是咧甲阮骗啥物货？讲叫阮着要资料款给因啦，讲伊要来量啦，要来估价啦，啊，到世间有迄个道理，你要迁村的计划案摕出来，吼，你的配套措施用出来，你即摆完全无物件，你拄啊像咧家己是印商家安尼，话要迁村就要迁村，啊无半项是要安怎迁啦？对唔？你用迄个土地地段。太林埔前村也系用土地一间平换一间平，韩国建为全新重建的家私来算做研制。我设计前村的素材就由4股1股1002栋平数模都发建造标准14.6平嘅户嘅。李总就建议前村过后，减怕会对也系的条件物比换做适合式的材料。在凤林宫前面的凤林路这2旁的房子哈，看起来都不到14.6平以上，啊，建筑法规里面14.6以上才能申请建造。都挖起一个很可笑的一个跟我们回答说，因为咱高价未做得起啦，啊，高价做得起到底想要大楼顶，想要大楼卡，啊，还不是集合住宅吗？还不是一样叫这些人去住大楼吗？我是觉得他这种回应是很奇怪的。啊，我本身徛透地厝，为什么我爱去徛大楼？这点我就感觉很有质疑啦。初上用地一平换一平，我其他题目就系照都市计划整数尝试来判。连份里按算自家录下做用嘅工厂，抢拿到18倍嘅补偿金，就韩国冇讲前村过后省份复图嘅问题，根本就冇讲到。居民的生计其实他也是没有谈到了。那就像我们做香就是我们的生计来源嘛。那我们做香需要有日晒的地方。然后需要有一个放原物料的地方，那其实这方面我们是很担心，说迁村之后我们要去哪里找厂房，哦，那可以让我们继续的工作。都市计划变更内底上核心的问题是土地的问题，就是一平换一平的问题。所以我们驻商总共50几公顷，咱就要找到50几公顷的土地给大家嘛。啊，这确实这土地真阔。即马现主市的公有的土地无够，一定要有台糖的土地配合。这个问题若处理好势，土地的问题、财产权的问题、一平换一平的问题，让解决的时阵，就业转辅导金啊、搬迁费啦等等，这靠我都开始来协调嘛，所以我想这是一步一步来啦。唔幸事情就按你田土話提嘅，財鐵沙團高雄河工業協會發起眼鏡工作坊，用明年12月方式來討論前村嘅議題，邀請專家學者團居民共下參加，針對前村爭議3個方面來討論，希望由下以上形成民間版嘅眼鏡計劃書，按你地方嘅鄉親就夠有共識。共同願景的部分，其實主要針對都是大家的這個切身之痛，包括是這個遷村的期程啊，跟它的一些，比如說安置補償的條件。之前有喊出的這個遷村策進委員會，那到底它要怎麼樣組成？那怎麼樣被監督？交通跟污染的部分，政府到底要怎麼樣防治？好，看能不能夠真正的形成我們的民間版的一些願景計劃書，然後讓政策可以實現真的被落實。雖然財鐵沙團希望來做公開嘅協商平台，討論韓國語嘅行通方式，我提名還係希望政府做得盡快提出明確嘅前村計劃書，冇去向前，冇天冇跳，冇按冇落。
市政府要把一些计划书送给中央核定的时候，在这关卡关了。中央可能中间遇到了一些政治上，或者是跟其他的国营事业土地瞧不拢等等这些比较困难的问题，但是我们会认为，既然中央已经承诺，至少你要把迁村计划书这个东西给大家看过。那我们最不希望的是，现在卡在这个地方，让大家人心惶惶。地方的乡亲和争议，无计划书的迁村案是喺讲议题，实际方案嚟做，係為地方方嘅鄉親刺痛表客，莫當賦權嘅其他嘅開發案。那我請問，計劃書在哪裡？馬博實施禁建，為什麼行政院你到現在不敢實施禁建？高雄市政府你馬博發表我們實施大林埔禁建，我很合理懷疑，還在繼續這些開發案，再去開說明會，再繼續要開發。啊，因為你不敢花這些。这个实施禁建的，你就是引渡开发案嘛，你就明修建都暗斗丁冲嘛。如果这个也是确实了，这个迁村计划，大林埔迁村计划是循环产业石化专区的大计划里面一个计划。那么现在这个大计划呢，也没有主轴，也没有看到什么。也没有看到什么计划，也没有大的计划没有，怎么会有小的迁村计划？营造一个要迁村的，让我们居民的陷入认定会迁村的，就对于蓝新计划、填海造陆这一块呢忽略掉了。反正我都要迁啊，我管你要囤偌济，我管它在填海造陆多少。它其实有一个远程计划，是2040年要填3000多公顷，从凤鼻头这边往南一直到那个林园外哈。2040年还有22年，那因为有一条国道7号，它的还说书写的就是要开发蓝新嘛。这边已经被规划成经济循环园区，而且是没有经过居民的同意。我觉得这个是台湾非常不合理。总统一方面发表演说，说我们台湾需要正义转型，那一方面我们又到处就是受到一些政府机关的迫害啊，真的很无奈啦。高雄市政府讲，迁村係唔盼得大林埔文創公園保庇，呢度居民嘅抗議遭到基礎爭議，我來做台灣頭一擺因為恐怖來遷村嘅事情。我實際係政府要用亞快鐵能有遷村嘅議題，喺自身唔對等嘅情形下，大林埔人嘅訴求更有對未來嘅先測嘅。